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10，马太福音5章30节讲：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向我家己心灵的善车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伫创造以前就知影阮还未伫母胎成形以前，就已经拣选阮还未生出来以前，你就甲阮分别做成的至权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有监察阮、捌阮的一举一动，你拢知。对真远，你嘛看会出阮的心思意念。主啊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拄起阮心灵的空虚，求你帮助阮晓悟，世间一切拢无法度满足阮的心灵。主啊，就当阮知家己的心灵是善车的时，阮才通较无找求你。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